喺潮汕地區咧有兩種好出名嘅豬腳飯，一種咧叫做龍江豬腳飯，另外一種咧要踎住食嘅豬腳飯。今日咧就帶你哋去體驗一下當地人上班前落班後嘅快樂。而家豬腳飯已經可以做到咁熱鬧啦，撳到軟軟爛爛嘅豬腳，剁到碎晒。我要2碗，我要2碗。2碗。對，我都要多淋點滷汁。湯一起買單嗎？還是在白？可以啊，30塊。哎，2個湯，2個豬腳飯，30蚊。哎，走嘞，豬腳飯。它這裡沒什麼4點金之類的。有啊。呢度2碗滿足唔到我啲浪漫，我要加盤肉，所以我要4點金的。這盤我的嗎？多少錢啊？哇！呢一份50，做咩好似同前面嗰個30差異咁大嘅？你哋肯定話我噶啦，你睇啦，個個都坐住食嘅，點解我要話要踎住食咧？呢個係已經改良咗噶啦，真正嘅以前嘅呢個豬腳飯咧，呢個叫東里豬腳飯，就喺我哋澄海東里鎮。咁以前嘅呢啲細鋪頭，全部係一部車就喺門口嘅，跟住門口咧佢就擺一排嘅凳仔，咧正式嘅食法係咁樣食嘅，睇到冇？呢個先係東里食豬腳飯嘅食法，踎住，算啦。嚟，享受下啲東里嘅浪漫。燉到啲溶溶爛爛啲豬腳，將佢剁到碎晒，咁然後再鋪喺呢個飯面度，再淋上一殼靚靚嘅滷汁。呢份我加嘅豬腳4點斤，以前嘅呢碗飯咧，飯係熱嘅，豬腳係凍嘅。咁啊，好多呢啲晚上工作嘅人，或者晚上收工嘅人，上班前落班後就要揾一碗咁樣食，廣飽，仲會配埋碗湯俾你。呢碗湯咧裏邊有少少嘅，佢哋叫做海蛎。你好餓咩？你都唔明白咩叫做豬腳飯就係男人嘅浪漫，其實我都唔明。这碗多少钱10塊。？10塊，比那邊便宜。那邊啊，對，那邊比較貴，這邊我可以聽那個。這邊又可以聽粉腸的，外邊沒有。哦。嚟到東里食豬腳飯咧，你真係會食上癮㗎。今日繼續。呢度咧好多豬腳飯嘅，你可以試唔同嘅，唔一定話大間先好食。這現煮的，難怪吃起來感覺很新鮮。原來啲人咧就中意踎喺嗰度食嘅喎，呢度有台啊，有凳啊，佢哋都唔坐。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咧一般想食豬腳飯嘅時候咧，就係極度好肚餓嘅時候就想食嘅。一嚟到咧一碗豬腳飯就咁爬就咁爬，仲理乜嘢姿勢咧係嘛？誒，是不是在這裡吃更有感覺？應該是吧？應該是啊。在這邊吃香一點。是啊是啊，我看你們吃的特別香，比他們吃的要香。我來感受一下。哥姐，好像沒有女生坐這裡的喎。女生穿裙子就不能坐這裡，沒穿裙子這裡可以。哦，穿長裙可以。最那個原始的豬腳飯就是在坐着吃的，而且沒有凳子的，蹲着吃的，而且蹲的那個時候要吃得更快是吧？要趕緊幹活。豬腳飯就是快餐嘛。嗯。上來就可以吃，不用等。對。蹲着吃比較。哎，而且不是這種姿勢很舒服。而且很快，他坐下來就馬上可以吃。對對對，真的看到跟自己真正坐上來感覺也是不一樣。
亲自体不是验。你闻到这里的香味吧？哦，原来还有这个。当你很饿的时候吃这个东西最香。而且你看到它又很有胃口，是吗？我每次我就必须要加卤汁。我2年前去过你市场的那家。啊，因为凌晨3点才有。对。哦，之前就拍的就是他们吗？对啊。上抖音搜烟火小店看真实探店，找地道美味。